紹嘅單位係位於史耶威斯 1A 期嘅5座中低層醫室，佢係一個3房1套連儲物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700尺。一打開大門會見到正前方嘅緊廚，而右手邊有一組鞋櫃，左手邊係一個設有冷氣機嘅儲物室。經過儲物室之後，就會見到單位嘅客飯廳。門口旁邊嘅牆身做咗一系列嘅收納櫃。廚房設有3個明火爐頭，一字排開嘅工作台，而左手邊亦都有備餐空間。因為嘅冷氣機就掛咗喺出面嘅牆身，呢一個方向可以望到人工湖。嚟到單位嘅飯廳，經過客廳行出露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，可以望到少少嘅泳池景，而右手邊就係人工湖，亦都可以望到馬鞍山。走廊就可以通往3間睡房以及係浴室。右手邊嘅浴室設有企缸，係一個名廁。左手邊係第一間睡房。景觀就同第一間睡房相若，望到池景、山景以及係湖景。之後嚟到第二間睡房，最後去到主人套房，主人套廁設有企缸，亦都係一個名廁嘅設計，不過就會特別少少。原本係外接工作平台，咁發展商就好貼心咁樣做咗上面一個拉推式嘅窗戶。咁需要通風嘅時候就可以打開，唔一定成個工作平台門打開。咁工作平台望返出去呢，亦都係望到湖畔同埋高柏方向嘅海景。而主人房就設有轉角嘅觀景窗，可以飽覽內院嘅景觀同埋遠山景，亦都預留咗一個擺放衣櫃嘅位置。主人房就有180度嘅內園景觀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 Leo。多謝收睇。